2027亞洲杯外圍賽第3圈嘅賽事啊，C 組嘅分組賽啦，中國香港主場迎戰孟加拉嘅比賽，見到黃澤林啊、高文都響到喎，網球嘅名將。紅色波衫主場之利嘅香港隊，唔知白色波衫係作客球隊孟加拉嘅噃。咁啊，大家都已經係打過一場波，對於雙方面嘅球員亦都係比較認識嘅。咁啊，包括咧就中國香港嘅懷頓啦，上一場咧佢嗰個右邊嘅威力都大㗎，咁所以場波咧孟加拉咧都比較係着重咧就 hold 住佢揾人啊。賽前有個咧就比上次對印度嘅時候啦，更加大型嘅 Tifo 啊嚇，港隊勁抽，之後港隊一次嘅機會先啦，顏卓彬一個大嘅送到埋遠處位置，鍾樂安係頭槌 set 到埋中間，但係過唔到對手門將馬馬噃。咁啊呢邊嘅孟加拉亦都有個嘅教球啦，亦都有咁嘅能力揼埋去嘅。當時咧就話祖連奴呢個波咧就翻嚟去頂個波嘅時間咧就頂翻轉頭啊，但係好在龍門嘅謝家榮都能夠可以好定咁接實個波嘅。嘉榮呢場波就取代啦，因為十字韌帶受傷關係，需要長頭嘅 Captain 門將就葉鴻輝嘅。另一次機會見到隻阿華頓一個長傳送到埋遠處啦，鍾樂安就似乎有少俾人掹掹地嚇，之後就周元德嘅咬射都係省中人。呢個波就我都覺得咧，周元德咧係俾對方咧就掹住件衫啊，咁樣亦都失咗重心。咁啊球證就冇睇到啦，咁個波就冇俾十二碼㗎嚇。然之後就去到上半場中後段啦，留意呢邊啊，卡斯一控就甩咗腳彈翻轉頭，益薩咧就好機警嘅老大哥啊，放正選嘅費蘭道偷走個波，亦都播到犯規，結果球證指向12碼點噃。當時呢個波佢攞到嚟應該問題唔大嘅，咁啊但係最慘嗰腳咧就先報啊，先報嘅時間就心急啊，咁啊派出啊隊長嘅安永佳，咁安永佳咧都似乎射呢個波都好有信心嘅，咁啊射出一個咧貼地波不特止啊，龍門都捉錯路嘅。未都係計咧，就上個月啦嘛，泰皇杯對住伊拉克嘅時候啦，再次操刀12碼成功得手，36分鐘主場之利嘅香港隊係領先1-0啊嚇，相當開心啊！叫呢邊咧就安永佳啊，成班球員即刻衝去國球旗一齊慶祝啊，無分彼此。即係輪到呢隻孟加拉嘅一次機會啦，送到埋 set 到二傳嚟自查祖利嘅，嗱好嘢啦！咁見到就顏卓彬啊，場咧就孟加拉就開始踢下就有啲改變嘅，因為啲波咧。係長傳斜傳嗰啲波咧，係事實話打得好過上半場㗎，孟加拉。今次呢個場波就嚟自隊長巴文嘅，為俾右閘斜插冚到上嚟嘅烏甸。咁好彩啊，門將嘉榮出嚟都夠晒快嘅，留意追翻轉頭最近個場區球員就係7號嘅祖連奴啊，都爭啲俾呢邊咧就烏甸可以偷襲得手。咁呢邊個波就搶到嘅，最後呢個波可惜就笠得啱㗎啦，係腳風唔係好順啊，咁啊就祖連奴。呢個波只要笠得準嘅話咧，就呢個波就咩啊？就可以係費蘭道啊，冇錯。我呢下戳埋嗱，如果笠中的我哋拋開比數咧，成件事爭好遠。咁啊之後咧，費蘭道由於亦都似乎有啲受傷啦嚇，咁所以到咧就退下火線啦，換入咗上場連中3元嘅功臣啊，大紅人就李小恒噃。然之後有幾多831次機會啦，烏甸一個傳送到埋嚟，嗱呢下就好毒㗎嚇。咁但係就遠處或者伊斯林就接應唔到，已經響起警號㗎啦！呢個波咧，其實香港隊好多球員喺度啊，都俾佢 send 到個波埋嚟。最後呢個波其實佢係掂到㗎，不過就撻咗 Q 咁解啫嘛。各位亦都見到咧，就係呢邊啦，門將謝家榮一下大腳送到埋嚟啦，一壓之下，嗱留意呢下啦，周元德嘅防守啦，球證認為佢又踩中咗23號嘅蘇美。吹罰之下，仲要黃牌，兼且上半場由於周元德已經有牌在身，結果就2黃就變成1紅。周元德係被逐離場，港隊只能夠10人應戰，亦都成為咗呢場賽事嘅轉捩點。冇錯啊，就係呢個波啦。咁啊，一頂埋嚟嘅時間又快腳嘅拉基何身啊，因為當時其實就喺後邊走埋嚟㗎，變咗佢係比較主動嘅。但係當然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咧，亦都係 set 到落嗰個位啊，佢出腳就出到啊。係啊。先見到就快謙一下大腳長傳啦，遠處位置伊斯林再 set 翻埋嚟，結果咧就拉基可身就搶快過陳俊一步啦，咁結果就射成1-1平手啦。到臨尾階段方面啦，禁區頂位置呢下左腳拉射就係何生，結果咧就斜出啊，最終雙方踢成1-1平手，大家有得亦有失啊。